金價明顯喺$4000低位揾到支持，但又有邊啲因素正喺背後推升金價？今日同大家講解。早晨，我係 AI Mark， 今日係2026年8月17日，歡迎收睇財經早餐。世界黃金協會 WGC 喺7月底公布全球第二季黃金供求報告，第二季度黃金總體需求量達1269噸，雖然比第一季略高，但同過去好多個季度比較只屬常見水平。反而更值得留意嘅係，中央銀行喺整體黃金需求嘅佔比攀升到 23%，288.9 噸，唔單止超越投資需求所佔嘅 20%， 仲逼近傳統上佔最大嘅飾金需求 24%。如果趨勢持續，央行喺推動整體黃金需求方面，預料或將擔當更主導角色。睇返金價最近表現，自6月底起歷時近1個半月，金價多次考驗$4000關口，但都能夠守穩喺呢個水平，某程度上反映金價自3月初美伊衝突升溫後嘅回調或已告一段落。不過低位獲得支撐，並唔代表具備上升動力。咁金價由8月初起嘅升勢，又係由乜嘢原因所驅動呢？對此，市場多聚焦喺美國7月就業數據轉弱，降低聯儲局年內加息機率，加上美元自高位回落，對金價帶嚟支撐。有關因素的確有助金價上升，但我認為更關鍵係喺美伊問題嘅演變，而美國喺相關議題上耗時多月，仍未見實質突破，態度更出現軟化跡象。事件可以從兩方面作觀察。第一，美伊衝突係導致金價自約$5400高位回調嘅主因。戰事爆發初期，油價一度飆升，部分能源匱乏且經濟實力較弱嘅國家迫於無奈，只得拋售手中資產，當中包括黃金以換取石油。因此，如果美伊緊張局勢可以獲某種程度舒緩，限制油價漲勢，將對金價構成支持。第二，如果美國遲遲無法喺緊張局勢上取得突破性進展，或會釋放出佢軍事影響力走弱嘅信號。美元作為備受信賴國際體系中嘅主要貨幣，必須同時具備結算、保值同定價功能嘅關鍵屬性。不過，自從美國將唔友好國家排除喺 SWIFT 系統，凍結其美元外匯儲備，而且藉由美元嘅高流動性，對幾乎所有美元交易施加管轄，實際上已破壞咗美元作為國際主要貨幣嘅其中兩項屬性。美國維持綜合國力強大，尤其係軍事力量，乃確保美元地位嘅關鍵環節。一旦美國軍事能力下降嘅信號變得愈發明確，預料將引發各國加速去美元化進程，而任何促使各國減持美元作為儲備嘅舉措，預料都能為金價帶嚟支撐。此外，值得一提嘅係，內地正加速推動人民幣國際化，而且喺7月7日正式啟動香港黃金中央清算系統，並以黃金作為人民幣國際化中嘅戰略支撐角色。此舉預料將有助逐步支撐黃金需求，進而推動金價上升。技術上，金價喺$4000已明顯揾到咗支持，上方嘅阻力分別預料為$4400、$4800同$5200。至於金價喺今年內係咪有機會重上$5200，關鍵仲要睇美伊事態嘅發展。如果和談成功，將可以視為推升金價嘅重要因素。今朝喺亞洲市場，金價報$4387。好啦，今日時間差唔多，我哋聽日再見。